點解順德籠中蒸魚特別可食？就係差呢個蒸魚豉油。如果你學識咗啊，點乜都可食嘅，雙用家用都可以。大家好，我係順德七姨，今日分享一個會用咗可樂嘅配方，酒樓級別㗎，建議大家點讚收藏先睇，咪整嗰陣揾唔到啊！因為牽起一二，大家都會蒸魚食。嗱，咁我哋準備呢啲材料：排骨、五花肉、瑤柱、磷蝦乾、豆豉、香葉、桂皮、攞抽、魚柳、味極鮮豉油。你唔好覺得啲五花腩肉嘅好奇怪啊！有咗之後啊，啲豉油啊順滑香，新鮮嘅五花肉同埋排骨買翻嚟唔使出水，放2片薑就得噶啦，放瑤柱、放磷蝦，然後桂皮、香葉一齊放落去，香葉自帶防腐作用，放開落去啲豉油襟劑可多啊！加一嚿仔片號，至起碼要煲佢40分鐘，稱2斤豉油、75克魚柳、50克嘅味極鮮豉油、20克嘅攞抽、90克嘅冰紅，煲完都香之後要隔清要渣，熬得越來越妥，熱鑊凍有爆香啲薑，然後再爆香啲豆豉，再倒晒片豉油落去，淨係這呢下都已經激發到啲鑊氣出嚟啦。點解人哋蒸出嚟特別香？就係呢個原因啦。一份豉油呢就2份香，呢個比例啊，浸住啲魚你食都唔會氣味。再放2兩嘅雞油落去，嗱，一煮滾就已經香到噴鼻啊！呢個配方比好多酒樓都可食。隔一渣之後凍啊，可以放雪櫃啦。喺度呢度，如果你中意七姨嘅視頻，你就點讚關注支持下七姨啦，多謝點讚。